大家好啊，歡迎嚟到尼斯特的英文教室，依然都係講寫長句子嘅方法。Part Two。喺觀賞影片之前，請謹記三件事：一、下載 PDF 檔做練習；二、將部分嘅題目嘅答案寫喺留言板嗰度；三、嘗試把所看所學教給你嘅朋友同埋家人，睇下你到底明白幾多。點樣學文法先係最好？用傳統嘅死記教法，或者由 subject 嘅 practice 開始，逐步擴展。用傳統嘅死記教法，的確係喺能夠短時間裏邊掌握到大量嘅知識。喺考試嘅時候答 MC 題，好容易得到高分，而令人有一個錯覺就係，哦，原來學得文法學得好好啦。但係如果用 subject practice 嘅教法又點樣呢？可能唔能夠喺最初頭嘅部分答到好多 MC 題，但係喺之後嘅日子裏邊就能夠慢慢見到學習嘅成效啦。死記文法嘅原因：一、考試制度，因為考試偏向測驗文化規則，令到老師傾向於背公式嘅教法。二、教材設計，課本多以詞類或時態等為單元，而唔係以句子結構嚟教導學生。三、時間壓力，老師要趕課程進度，往往最主要嘅方式、最直接嘅方式就係死記啦。點解先教 subject 加 predicate 呢？一、基礎清晰，小朋友容易理解邊個同埋做啲乜嘢，唔會覺得文法太抽象。二、避免碎片句，好多學生喺初學英文嘅時候會寫 went to the park 呢啲缺乏 subject 嘅句子，逐步引入文法，由句子結構開始，再加時態、被動語態、原詞等，讓學生更容易消化文法，就容易砌積木一樣。事實上，其他嘅小學，例如美國、英國嘅小學，都係先學 subject 加 predicate。其實 subject 加 predicate 就等於砌積木一樣。如果你掌握到，就可以輕鬆咁填寫長嘅句子。譬如如果你明白到主語、謂語、受詞、時間、地點等等，就能夠砌好相關嘅句子㗎啦。以下就係砌積木嘅例子啦。好似我哋有 We are watching a movie in the cinema tonight to celebrate our friend's birthday。我哋都可以砌成一句咧。We are watching a movie in the cinema tonight to celebrate our friend's birthday。積木二 The students are studying English grammar in the classroom because they have a test tomorrow。砌埋句子就係：The students are studying English grammar in the classroom because they have a test tomorrow。請大家喺留言板嗰度寫下最少有15個生字嘅句子，包括 A 啊、and 啊、對等等嘅。嚟到講主語嘅其他部分，喺個表單裏邊，紫色嘅生字係代表我哋上一課而學嘅內容，而左下角下邊嘅生字好似有代詞、動名詞片語、形容詞片語、形容詞名詞化同謂語片語、複合結構，都係我哋今課要探討嘅內容。以下係代詞作主語嘅用法，呢個表單裏邊已經顯示出有唔同嘅代詞，例如人稱代詞、物主代詞、反身代詞、指示代詞、不定代詞、
疑問代詞等等，呢啲都係一啲之前就相信各位已經學過噶啦，咁就唔再多講。動名詞英文叫做 gerund， 動名詞片語英文叫做 gerund phrase。咁 gerund phrase 就5個結構，如下列嘅表單：一、動名詞，單一嘅動名詞 ，Swimming is fun。二、動名詞加受詞，動名詞就係 reading，books 就係受詞。三、動名詞加形容詞，動名詞 reading，形容詞係 pleasant。動名詞加介詞片語，動名詞係 running，介詞片語係 in the park。動名詞加副詞修飾 ，speaking 就動名詞 ，clearly 就係副詞修飾啦。動名詞片語 gerund phrase 形式 gerund 就係 verb 加 ing。動名詞片語偏向講一般嘅事實、習慣、嗜好，而不定詞片語 to 加 verb 相比，動名詞片語更常用於表達已經在做嘅事或者一般性嘅行。動名詞片語同不定詞片語嘅比較，請觀看下列表單。動名詞片語表達正在進行或一般嘅事實，偏向於自然同埋日常。配搭嘅動詞有 enjoy、admit、avoid、consider、finish、suggest。例句有 She enjoys reading novels。語感就係強調行為嘅本身，而不定詞片語呢，就係表達尚未發生或者未來嘅意圖，偏向講正式同埋計劃。用嘅動詞有 want、decide、plan、hope、agree、refuse。例句有 She wants to read novels，強調目的同埋意圖。以下係動名詞片語嘅例子。Reading books is fun。Reading 係動名詞，books 係受詞。Swimming in the ocean is exciting。Swimming 係動名詞，in the ocean 係 prepositional phrase。Writing diaries in Japanese improves language skills。Writing 係動名詞，diaries 係受詞，in Japan this 係詞片語 prepositional phrase。Practicing Wing Chun strengthen the body。Practicing 動名詞，Wing Chun 受詞，strengthen the body 就係 predicate。請大家做動名詞片語嘅測試，答案就喺 PDF 檔最下邊嘅部分。以下係形容詞片語嘅解釋，請觀看以下表單。形容詞片語嘅結構同埋形容詞片語嘅公式，呢兩樣嘢請緊記。以下係形容詞片語嘅結構同埋例子。結構一 to be 加 adjective。第二結構 being 加 adjective。第三結構 the 加 adjective。以下係形容詞片語嘅例子。To be kind to others is important. Being afraid of spiders is common among children. Easy to learn doesn't always mean useful. Happy with the result was how the film felt. 輪到形容詞名詞化，主要有兩種類型：一 the 加 adjective， 二 adjective 後邊加 ness 或者 ity。繼續形容詞名詞化啦，係咁樣嘅，主要兩個類型啦，講咗。
第一個類型嘅例子有 The young often like new technology. The elderly need special care. 第二個類型有 kind 轉去 kindness，happy 變 happiness，able 變 ability。請留意右邊嘅拼寫規則，想通咗之後，你就能夠好咁掌握咗名詞化嘅形容詞啦。嚟到動名詞片語、形容詞片語、形容詞名詞化嘅測試啦。請下載 PDF 檔，慢慢做啦，哈哈。嚟到同位語片語啦，有兩個類型：一、限制性同位語；二、非限制性同位語。一嘅結構係名詞加同位語，中間冇逗號；二、名詞加同位語，同位語中間被兩個逗號包圍住。咁一有冇逗號係代表啲乜嘢呢？就係加必要嘅資訊。而二有逗號係乜嘢呢？就係加額外嘅補充。限制性同位語片語嘅例子：一、My friend John is coming。John 係必要資訊，否則唔知講緊邊個朋友。The writer Shakespeare is famous。Shakespeare 呢個資訊係必要嘅，否則就唔知係邊個作家啦。非限制性同位語片語例子：My friend John is coming。呢個係補充資訊，因為已經知道係我朋友。Shakespeare the writer is famous。Shakespeare 大家都知道邊個啦，咁就我哋對 writer 咧就係補充說明啦。嚟到複合結構嘅主語，學會前面同埋上一課嘅內容之後，我哋就可以寫出複合結構嘅句子。複合結構嘅句子嘅形式喺右邊個圖會顯示出嚟㗎啦。其實寫文章就好似砌積木咁樣，由簡單名詞開始，一層一層加上去，最後成為完整嘅複合結構主語啦。以下係一個砌積木嘅示範，請慢慢觀察、觀賞，慢慢諗下，然後嘗試作啲句子喺留言板嗰度。下一部影片將會介紹句子嘅 practice，請大家繼續收看尼斯達的英文教室。呢啲教材都係由本人費盡心思設計、嘔心瀝血製作嘅成果，凝聚咗無數嘅心力同埋時間，所以請大家繼續支持尼斯達的英文教室。多謝大家，拜拜。